我刚才跟 Kim 杠姐已经决定好了，3秒 KO 你们。我们决定2秒 KO 手下留情。古月 KO， 谢谢。你总得要去穷容啊！我们刚刚不是说3秒 KO 他们吗？你讲的切蒜头，好，蒜头切片，切吗？可是你永远都在切蒜头，你要不要挑战？别的东西呀。因为我们这资料画面用的直接复制贴上，对，太少了啦。啦，你莫安尼啦，莫安又太多，莫安尼啦，师傅。我们这个环节要3分钟结束。没有，我怕我加错，他说输了怪我。天哪，天哪！哎，徐师傅，有人超越你了，你被超越了。应该输嘞。懂天赋哎，你看一下我们做的菜。对啊，还有奶酪做的，晶莹剔透，bling bling bling bling。真的，你看我们的这个有够浮夸吧？对啊，你还蛮看过后来宾做先爱用的。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停手。收手哈，好，请回头，好。哎呦，紧盯你回呢。收汁就好。哎呦，对，小火收汁。你紧张到汁黏到这边了。老师又动懵懂。哦，骗信呐！你本来就有表现的没有啊？应该不用点签名，你看到吗？哪一个？签名呢 ？Hello，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韓語手機前窗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主，我係鍾伯強。今日呢又來到花蓮嘅素材，講真嘅呢，你看下花蓮哦，花蓮後山這邊，台灣後山，花蓮台東兩個 V 所，就剛好是整個東台灣，所以花蓮單將嘅利來啊，一定做得唔啦，因為太多鄉鎮了，而接上了。係啊，韓語吼，其實吼，特質季節吼，全有冇強龍嘅風景哦，不一樣的食材也有。它在季節你長得可以哈，唔會按年嘞。可是花蓮人都說一年365天都那麼熱。哎呦，韓白女嘅其實一定要考慮清楚了。好，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還是好愛錢玉鳳齊師傅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還有吼，我這個藍錘也是初來乍到吼，新厲害新師傅。歡迎。師傅，安妮的甜食，我有它開皮，因為我說真的，我現在都吃不大下。因為我們開皮嘅，佢梅頭有冇調好沖掉？因為我們流汗，佢水分有流失，所以要補鹽巴，所以就是下重一點就可以了。好，比較適合下飯。可以啊，叫咩嘢農場地都購買下食材。來，然後今日吼，之前嘅食材咪係客式一個 crossover 吼，來打開來看一下，好。好。哎呦，鴨麥雞，當用奶牛，你的比較肥吧，這個很瘦哎。你係豬配牛。對啊。今日我係豬麥雞啊，係烏雞胡椒哦，黑胡椒豬柳。哎呦，我唔錯，厲害的。猜對了。一猜是猜的。胡椒雞豬肉挑豬柳，豬肉挑係。好，大家今日呢就分享到來到蘇鳳一道 V 嘅，要係四個獎項妹來參加哦。接着分享到我鳳翠嘅兩姊妹，係連小梅姐啦，林萱姐。王仔，最近發聯姻哦，都全都按醬哦。真嘅。唔講吼，還好這樣就點吼，就弟弟吼，係我們的表姐妹，新威榮老風金剛。哎呀，王仔，這些強龍醬都很漂亮。大家好。他們是我的粉絲，幫我多照顧一下。冇問題。威榮姐講當一度看下節目呢。哎呦。對，要加分。加分太細心咧，來3000塊。我知道，然後跟強勇加分。但是前兩看下馮最害，唐講你43年係好朋友啊。係啊，基本你就準備了大鋪所有嘅友情關係。係咪？不小心承認了。對，用下來報名後，妹妹有看好姐姐做哪出菜冇？最厲害嘅。最厲害嘅豬柳啊！豬柳，哎呦，算蠻會接話的。對，我們壓力很大哦。好啦，等下正經的小試身手章了，可以哈，睇下蘇尼用版有信息冇？有。哇，
记得吼当为主主流吼，真的要问一下，来这个新威荣街了哈，和到风景干街了哈。哎，你们两个最会煮的是什么？我讲的都不记得讲特别。没做得用的呀，没做过。唔好啦，我可能系我都吼讲食材啦，我都用啥个最煮这位我都会做饭的。做饭的。那都好吃的菜包啊，对，最拌的呀，给这位米色客家经典的米食。我都会做米食的较多啦，但煮菜吼。人讲啊，半桶水的啦，用面啦。我们一起妹就会去改米头。嘿啊，你两三是表姐妹嘛哈。今年就醒醒，让哥吼那个亲姐妹来感情吗？希望安永英。哎呦，希望安永英，马上来，希望进行第一关咯。木卡好明星。大家家庭都有算是自家嘅好面試，兩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。本來係雅布卡嘅較上意，也係雅布卡嘅面試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嘴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哇，因為今年哈挺熱的，所以我剛才跟金剛姐已經決定好了，3秒 KO 你們。我們決定2秒 KO，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。他們說3秒投降。好了，冇聽錯了，馬上金牛會搞嘿。古夜 Q。好，可以哈。金牛會搞咧。金剛姐，你讓秀梅姐還是明珠姐先不捏弦？我愛發曉上愛發好。好，然後搞好來，好，來先來個搞。秀梅姐，你講你。剪刀石頭布，好，來看向前面哦。馬上開始了哈，加油加油！預備來，古夜 Q， 謝謝。你總得讓你強榮啊！你很團結。其實我不忍心贏我的粉絲呢。我們剛剛不是說3秒 KO 他們嗎？3秒啊，3秒。好了，沒關係，還有我。哦，來讓轉來了哈。好。剪刀石頭布。哎呦。好，加油！古夜 Q。古夜 Q。該你。古夜 Q。好了，馬上進行比賽。挺熱的呀，挺熱。好，先從我開始。因為我提這個我做啊，先做乜計？做，你講係切蒜頭。好，蒜頭切片，切嗎？可是你永遠都在切蒜頭，你要不要挑戰別的東西呀？因為我們這資料畫面挺多哎。直接複製貼上。你切那個啊，蜂膠啊，全做對啊。切條，肉中肉咁樣。好。好，時間到了，開始咯。你睇挑每一幕係哈。因為該讓我為冇強龍，總得看起來喲。冇讓啊，乜嘅讓啊？它的那個條狀啊。你也燒掉太多了吧？你要啪給弄吼，已經都去掉了。好。切方細。方細是什麼？方細，轉過頭打方。這樣子嗎？變轉來。咩？變轉來啊！你看，又好切嗎？又好啊！唔錯，地方要留幾講，唔怕，盡量講唔怕。係啊，你就講我爭會學到啊。係啊，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係意思係乜解？今年挺熱的。真的。挺熱的。好，那太極壓倒比較顯槍挺哦。嘿，因為應該該下輸嘞。對，來等下固定下哈，現在不能動作，馬上固定給倒比哦。等下轉來看你哦。好。第一道 V 幫我先來開始哈，哎，你們準備的食材沒挺豐富哎吧？我要切什麼呢？你幫我們切給洋蔥。洋蔥怎麼切？切絲。好 ，OK， 好。繼續開始。你豆腐下嘅時間吼，就該煮牛條時安澎湃哦。你係乜嘅？這個哈是我等台鐵的釣魚哈去做的，這個五種嘿，五種再加上我等的哈薑黃，一家種的薑黃，還有紅橘，嘿，不 Q 哈，紅橘係紅色的，薑黃係乜嘅色的？紅色的，嘿，阿哥哈墨魚，墨魚係乜嘅色的？木色的，哇，
安厉害哦，所以吼，该我们寿丰冻酒庙的台湾雕，那个鱼浆来做嘞，哦，那还有几个做嘅。哈，我等一架翕的咸呢。干嘛？只要系晚香玉笋。晚香玉笋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该冻特别呢？对，别的地方卖猫呢？该在我们寿丰。是又停，春的龙猫呢，也要冻特别。那个你们准备安豆寮哈，你们是不是来自一些很特别的？哎呀，是不是有什么家政班啊、社区啊？还有吗？家政班、家政班、家政班。3、2、1，等下就计时1分钟，抢开始。Q 哈走，好 ，Q 哈走。天哪，我刚才听你们在讲，我们的食材也挺澎湃的吧？两个人都大部分法，它的鳞筋哦，它的这个是很高级的养颜猪，百合哦。你们是怎么想到会把这个做猪柳条的结合啊？弄起来讲哎，所以你懂哎，让你当地就生产小农生产东西全部拿来运用。时间到，这边开始走了。哎，你的猪柳哈，猪肉哈，做的用普通的猪肉，但是我哋用的係松板肉。哦，松板肉。啊，用冻好很用呢。可是松板肉等注意，其中我们的猪胸肉哦，嘿，松家不肉哦。这边哦。抖了很，你把它倒进去。这家都是做的嘞。这样好不好？你们继续中，来等风行，来先给你看一下。好，加油哦！加油！这边更炒。用两分钟哈。金柑节，还有微溶节，两码个东西，竹笋哦，这家中的呀，这家中的嘿。哎呦，那代表可以直接吃啊，直接吃，像你呢，水里空中哦。冻到水呢，这个，然后它稍微烫过之后，给它覆面就会出来了。虽然就是凉敷哈，是认为该送的，不过cái敷面哦，真紧冻熟，对，没那么苦。这个能好吃，冻好食。所以应该讲吼，到发了真紧冻幸福啦。呢条食嘅东西哦，是较重嘅，我就点沙中诶。哦，你俩可以底下炸调寿司啊。两万个东西，要干嘛的？应该是黑醋啦。要酒呢？啊，酒啊？米酒。哎呦，酒啊！米酒吧，米酒没冻。那你还要醋吗？要黑醋，还要黑醋。太少了啦！少啦，你莫按你啦，莫按你，又太多。莫按你啦，师傅。我们这个环节要3分钟结束。没有，我怕我教错，他说输了怪我。天哪！哎，徐师傅，有人超越你了，你被超越了。你看输嘞，懂天赋哎！你看一下我们做的菜。哎呀，还有俺六做的，哎呦，晶莹剔透，bling bling bling bling。真的，你看我们的这个有够浮夸吧？哎呀，哎，你还蛮看过后来宾做成安样哎。黑醋还要黑醋，太少了啦！有啦，你莫按你啦，莫按你，又太多，莫按你啦，师傅。哎，我们这个环节要3分钟结束。没有，我怕我教错，他说输了怪我。我那个要先过油。那个有先过，好，可以了吧？有，我们要先过去哦。好，等一下走了走哦。好，要吃一下油温哦。看一下。等下买个酒。素蚝油酱。煮鸡蚝油，天哪！哎，徐师傅，有人超越你了，你被超越了，你看输嘞，好，哇声音，没事的，掉2颗空分。明珠姐，除了冻酱之外哦，哎，其实秀梅姐真的摆得很秀美，真的，她是有按照顺序摆的呢。对，我们该不会完成了吧？是，哎呦。好嘞，安家，好漂亮哦！啊，因为这样，安哈，你的天心哈，就到风那道去，风梨，哎，风梨，对，酸酸甜甜，哇，好，既然我们这好了，我们赶快过去你那边好不好？帮他们加油一下。你这个雷蒙我一哦，雷蒙我顺便排排。好，俺这有结了差不多好嘞哦。也是把该温度摸嘞啊。俺俩摸的温度。哦，你摸的哦。俺用浸的。好，你每天用浸的含牛呢哦。你看，鱼中街了。较嫩啦。你家查某叫做咧改种的。给家某头要做得油。做得炒嘞。好，强下做。强下做吧。
微荣姐干嘛带谁的？中奖？奶油哦。哇，用奶油来炒哦。嗯，奶油的温度是不是不能太高？对，比较偏也西式做法，所以我们的温度小一点点。这样就有差别出你来爱了。日本的温度。那个奶油不能太久哦，你会出后烂喽。所以一个速度会抓好哦。哇，可是姐姐，你有没有提供做西式的呀？料我还有做西式料理哦。没有，贴片了练呢，一定要闭嘴了。哦，唔怕。哇，好香哦！哇，哦，像嗰啲西餐，因為我像嗰黑胡椒，你做最好在中间，乾炒機最好嘅在中間。麵頭會出到下好，辣，哎，开大火，哇，千面掉，薄嘅千面掉，都煮哦哈，好。該温度會水提嗎？好。還有水提咧。調油嗎？脆點，挑好咧。也是很棒哎。哇，依家要用嘅風沖調麼係啊？麼，我用該種來沖調的。像我們做那個西式的黑胡椒醬，就是要放紅蔥頭。對。哦。平常是一斗快炒店，我自己吃到快炒店走嘅豬肉挑，但是這一次兩邊看的我都沒看過，完全不一樣。好，我們要倒數嘍，6、5、 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打水的姿勢困難，氣管低度，內部卡米西靠後色嘞。哇，周雅欣節目懂天賦哎，你看一下我們做的菜。對啊，還有俺哋做的，那種晶瑩剔透，bling bling bling bling。真的，你看我們的這個有夠浮誇吧？對呀，我還蠻看過後，來賓走心安用哎。太厲害了！你有沒有報名第2環節創意料理？對，你還可以報名第2環節，就是來參加我們評審的選拔挑戰七四服，不過七四服很厲害，是5分鐘做了。我先來試看好嗎？好，來。百合練等鳳梨，百家玉筍好好吃哦，而且也用松板豬，剛好的嫩度。微榮姐咯，金剛姐咧，感覺咧，好 Q 很 Q 哦。這個藍隊的部分，微榮姐咯，金剛姐哦，沒錯，動容性哦，好吃的。月榮姐很會煮菜，很下飯哦。我哋個豬肉很好 Q 哦，個彈性很好睇哦。好好吃哦！睇下咩件事都講唔出法來，三馬都會囤落去嘅。呢一罐東南品，裡面呢完全少了某香油，創新到傳統的 PK。對，可是蜜頭都有抓到精髓。這時候呢，起司夫準備好嘛？好嘞。起司夫搶本分數。唔過新師傅搶本分數。來，起司夫搶公平。你看想法很有嗎？根本你要這一道料理嗎？太厲害了，太厲害了，連我都看起來都動經驗，真的很想學起來的。動上好，因為佢哋動有創意啊，有這個想法，像兩味是有放醋，兩味係用鳳梨代替醋，會炒出不一樣的火花，果香的酸甜，真的正經係。你係想法，兩片咪做得當好啊，因為兩要嘅黑胡椒粒用長度咧，用長度咧，個食到嘴巴摸有味，都係黑胡椒粒嘅味道。想講嘅主題係呼之後啦。不過新師傅講過咧，兩腿就做了一盒啦，最到最傳統做法。其實喺中間一間下面客家人咧最愛嘅竹筍，迄竹筍老迄陣無緊樣吼，建議嘅竹筍過濕過，而兩隻咧會腐腐。好，10個就油較好啦。好的，兩腿就做一盒啦。都做得到好，故數嘅關地度呢，大家各得到1分，你係當好嘅一個結果。唔過呢，大家先休息一下，稍微緩和一下心情。來看一下陳師傅給你帶來嘛4個料理要搞菜咖喱。總鋪素滷菜。請問你呢？看一下陳師傅帶來嘛4個料理，很想要吃到花蓮的味道。今天做的是黑胡椒梅花餅。梅花餅是梅花餅，就是梅花餅，創新的吃法啦。要準備乜嘅食材咧？要準備嘅最主要就是餅、燒餅，那個燒餅，燒餅。還有咧，tomato，還有美生菜，最主要就是我以客家的醬缸
酱干干嘛干？就迄暗瓜的，暗瓜的，猪油蜜桃太棒了。自家处理的哦。自家处理。哇！还有个蜂胶嘛，蜂胶。彩椒这个洋葱。你要来参加那个戏剧挑战吗？必须挑战嘛，我们试试看6分钟做得新师傅，你感觉6分钟，新师傅做得吗？做得。好，你讲做得，你是做得哦。那我们开始。好，那我就现在哈，你要就先调米头哈，米头调好啊，就会腌肉，就会卤料。好，卤肉，好。这个是梅花肉哦，哈。哦，我会挑。好来，梅花肉。有比例的啊，该有比例吗？2汤匙哈。你2汤匙。2汤匙的，这个1汤匙的不出。好。我那个黑胡椒，大概也是。胡椒，好，半汤匙哈。半汤匙。半汤匙。我们的酒。来，谁讲呢？好，我们米酒。几多汤匙就好了。 2茶匙，1茶匙。好。哦，就汤匙。要。为什么一定要用梅花肉啊？梅花肉对老人家他吃比较软啦。哦。可是我们这边都是18岁的呢。昨天弄的吗，老师？做对啦，应该切条啊，切条嘛，对。应该没做对。锅粉的去炸。哦。还有鱼柳条的想法出现。嘿。这个梅花肉哈，就先来高油。高油。好的。有辣吗？这温度要多高？120。120做对吗？做对。做对哈。加油，先姜袂大，加油。好来蒜头哈。好。蒜头。Oh my god。爆香系嘛？对，蒜头爆香哈。陈师傅，你不拿迄法莲泥，还加过来？拿迄南条竹笋。南条竹笋加过来。哦。再加过来香伞。来让你讲哦，他最厉害的不是嫁到后山，一走总部是差不多46年哦，他现在60差不多，所以40岁才转行走总部是哦。哇！你好，把所有的食材全部下。哦，全部的。暗瓜还没 Q 好了。你要做对吗？好吗？哦，几毛？蛮熟的。蛮熟哈。蛮熟。哦，电机熟。但西以前都做嘛噶？烫，一听我烫。你做嘛个？挑钱做嘛个？做水泥工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而且不是自己开店找人家做，他自己扛水泥。安江诶，水泥工哦。安利哦，所以用你等下捞去扛回家，也是不用。可以哦。做对吗？可以哦。可以啊哈。我入赘了是吗？对，入赘了，扛回家。你下是该开串烫啊工作室，还有动学生啊。哇，唔简单。找到事业第2春，好棒哦！还有最厉害哦，俺讲吼，原本做水泥工做得好好啊，做得差不多每就20年呐，原本转都变成总厨师嘞。他说我嫁到我夫家是完全不需要煮菜的。哇！你们都吃什么？我婆婆煮。好好呀，刚养煮。我说你何苦呢？对呀。哇！看夹给塑胶真给弄流量，而且好轻巧哦。你可以把徐师傅举起来吗？这个，你是要包底？对，我们把它关掉。好，烧我声音。我帮你收一下哦。可是还要包到烧饼底度啊。对。新师傅，除了烧饼哈，他做的用嘛个包吗？汉堡吗？汉堡嘛做的，馒头也可以啊。蛋饼做的吗？蛋饼嘛做的啦。河粉没做的吗？做的啦。吐司啊那些都可以哈。对，都做的。爆。哇，好精致。冬天给天气哦，这个就是适合吃这个。真的。哇。哎呦，你是走龙渣了？龙渣，龙渣。那就健康了呀。1、2、3。这样子的，俺就牵动我先哈。最后来问我老师问题，快要可以吃了。还有马个问题走在问信上哦。哦。年纪不要问。春联上走在问啊。哇。好了，好，完成了。好，安永就后生了。
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停手。收拾好哈。好，洗眉头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呦，紧盯你回呢。收汁就好。哎呦，对，小火收汁。你紧张到汁黏到这边了。用真给呢？按谁为甜食自愿吃烧饼的，请举手。都蛮要吃。太细了，宜兰哦，宜兰新市府，宜兰新市府走龙家，干脆就一对一个。我觉得可以，因为真的很烧。嘿，我还是要先问一下题目。先看一下题目。好，黑胡椒哈，与白胡椒两者有某个差别？中，A 很勇猛。牙龈呢有秀也冇秀啊哈。好，先猜拳。好，先猜拳。先猜拳，来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！哦，A 黑有无染色，可以选。啊 B 黑种子成熟度，种子成熟度。好，那你选 B 咯。对，好来。勇猛口那个 A 嘞。哎呀，不过我就是昨天选 A 啦，因为记得选 B 嘞。基圣贤嘛。系啊，就先选。谁啦？好，抢公布答案是哪个嘞？正确答案是 B。 B。B 哦，黑胡椒是有胡椒不会盘藤嘛哈，尚未成熟的浆果制成的。哦，黑胡椒粉迄通常采用成熟度的浆果，又熟嘅浆果，有熟没有熟的，又熟的，又是那么熟，所以这样变浆果皮去除的。哦，所以这样大家要知道，黑胡胡椒你要给黑蛮熟的哦，不要以为给黑不熟就好像它是熟的哦。晒太久太阳了。好啊，泡胡椒呢给黑蛮穷熟的这个浆果 ，OK。那我们就要来进行品尝大会了哈，谢谢。先呛厨师让他煎一下好吗？你天使会食了。你也甜色料？对啊。你真的觉得是夏天要吃烧饼？夏天要吃烧饼里面夹的这个。哦。其实两面做一做，用个口袋饼来做的啦。口袋饼就是它那个从个饼因为一扎去卖扎空，啊，一生一扎一食来做的，好吃，很好吃的啊。当好吃。你下捞烧饼穷还是咯？下捞烧饼穷还是？居然好该俩。甜椒，那嘿，然后呢，按你该种感觉吗？可以汉瓜，含瓜哈，它会回甘。哦，对，还有含瓜，对，含瓜再回甘呢。对，是的哈，按就唔会腻，唔会腻，唔会按肥肥啊，你看，好吃。一個梅條肉呢，因為家己佢先佢先滷過，家有人也調嘅也貼出嚟醬料表啊下去。這個也個梅條肉非常的拉咪。非常的夠味，所以一定會蹦點手錶，不然會調米頭調唔到，所以它就剛好要配着吃的。不過現在見狀嘅來誒，等下來水來，金行最杯米館，因為剛剛條錢呢是1-1哦，最杯米館是關進了，看下來看一下最杯米嘅比賽。愛係太祖譜。用嘴巴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種樸實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嘅言語睇見種嘅沙亂盤盤喎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而你誰來上菜了？聽到吼兩水嘅這個來賓哦，小解一下，等下吼具體嘅食材，嘿，你體育館吼用的那個魚漿的魚是什麼魚？鯛魚，我哋鯛魚嘅，見面鯛，我來具體嘅食材是係。哇！推乜嘅鯛魚？哇！用湯講嘅動作都係乜嘢？鯛好，台灣鯛呢，其實講真嘅係台灣嘅驕傲。條班人家講佢係當作係在吃一些廢棄的東西嘅魚，唔講你也係佢買到外國當當人都拿下來食沙西米哦。個人貼片都發連一道味，因為有發動3粒體型，佢係隨着貼片咧好，古時候呢翕出來台灣鯛，真嘅係非常好食，真嘅就會做沙西米哦。哎呀，今年假使係食沙西米的話，真係冇蠻難圖咧吼。今年我做乜嘅？其實唔係沙西米哦，今年就係三杯鯛魚塊。哦，所以。一開始就已經講到，要做5塊啦，是要一塊一塊的。啊，魚塊嘅薑麻油啊，那個薑麻切合泡掉，啊落去泡，
该鲷鱼哇，高温大概170把肉鱼剖好，溜鱼咯，只调寿司。然后最重要的3杯一定要入进去。好好的，安排咧哈。大家要講到一個重點，雙條嘅部分唔是當做油麥嚟哦，貴粒嘅雙條。貴粒好，今日題目用扮演點解外形分辨台灣釣嘅性別呢？啊，切只門機是好咧啊。知道。佢好風範。佢每項會顯到 B 佢嘅嘴部嘅寬度。泰拳來，泰拳。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你媽嘅，你講到。拿它來。哦，挨掉張嘞，挨掉張嘞。先猜 A 還係 B，A 還係 B，給你們選。好，站過來。 B。所以應該發圖哈。好，確定哦。按你兩片是 A 類嘛哈？就沒辦法，沒轉辦法。來，向公布答案嗎？答案係 B。Give me five，耶！我還嚇到以為親一下咧。那個嘴巴的寬度夠大。講嘅佢嘅下巴麥佢應該下細。對，哈細啊。對，沒有錯。就你剛剛客家話講緊唔嘴咩，就是那種小小的嘴巴，其實馬嘅就要有嘴會較細啦，櫻桃小嘴啦。好，所以你們恭喜一次都90秒咯。 90秒，我們有30秒嘅時間。廚師幫我哈。我們兩下水就來進行第3關嘅比賽咯。我們剛才稍微來做討論一下，然後周嘛該我要對雙條開始，所以做得咯。好，計時搶開始。好。雙條嘅部分呢，你看唔看嘛就好嘅嘛。唔好拍啊！這下刮皮嗎？皮扒掉就好了。然後那個。那我稍微這個部分給它切掉就好。頭尾切掉就好了。哦，真的好，對不起。 OK 哈。不用砍皮哦。對不起，對不起，對不起。好，好，到家皮白切少，皮白切。好 ，OK。從家從太地做切嚟板排，佢嘅收入讓為平均啦。哦，從太酷嚟發係冇？破唔好破。好。那你剛剛講嘅薑毛用嘅呀？切落薄掉，切薄片，切落薄掉，加先好先。那我這個可以對半嘛？做得。魚塊的部分啊，也可以有要順什麼紋理嗎？冇，不是，切一堆50塊錢的大小是做得。好 ，OK。好，周隊，因為我有2位大廚是我的隊友，我非常信任他們。對，好，周隊哈。你可以再去幫我們把錯誤的資訊給張博天。好的，謝謝。來，麻煩你哦。來，切了50元大小。佢講我會切地呢，佢講會切恰呢。稍微一點點掐，一點點就好。該順頭啦，薑麻先切人錯，因為料會先破。先破起來。等一下，佢會過分吼。麵粉哦吼。佢薑麻會先切咯。對啊。因為等一下會先。會破啊，好。你妹嚟哦。食沙西米啊。我食沙西米啊。全部切好會打鬆啊。這個不是50元大小啊。沒關係啊。太薄了，會不會怎麼樣？切長一點，切長一點啦。我們是客家精神，莫打鬆，莫僵硬些啦。錯。雙條薑嘛， 8、7、6、要切破破。 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黃英，馬上係聽你嘅。我馬上咯。該魚會調，唔會。還要炸的還好。不要泡這點，會太粗太細嗎？不會。好，嘟好。差唔多會幾多薑嗎？全部切體面拍，全部切體。落雞五肉差唔多嘅嘛，差唔多。冇唔錯，因為你薑麻落去泡嘅時候會揪啊，泡切下泡嘅意思切好些，見到做得到該愉快嘅嘛，強下些。明珠姐，你還讓你講吼，我剛剛聽到這個吼，這叫凍厲害嘅事情哦。什麼？好，冰。魏榮姐，冰落來泡拍。起隻冰。算人。貴了。三杯。貴了。沒有頭尾切掉。還有時間哈。因為你要會泡一分鐘，長落冰嘅酸音，所以拄好嘅時間。慢慢來，因為吼，壽豐它就在地最近在推廣個黑糯米，其實他們做得但加筋數超級高的，我超愛。因為就幾次佢嘅使用法哦，黑糯米一般英雄的黑糯米起家學啦。你還有做過什麼樣不同的創新變化？黑糯米粽，
黑糯米要好粽，嘞，该到我洗去冰哦好，天板，要好嘞。看你下，可以糯米变金天板黄色吗？啊個หั่肉做法板，哇，该有啊做脆包，对喂，嘿，所以我们用这个皮落哟，两罐哦，仅仅入口呢，冻入口呢，做得让出来哟。嘿，好，两下多嘛该进出嘞。好吗？你人都做咧切葱啊，好，两下做得现切葱啊。放心，搞本记得来做好了，因为好不好？冻厉害，微溶前就在搞边？进来放进来，加油加油！哇，哦，你有别个下，还没做得啦，别个，还没做得。粉就高吼，高就，有，它就最主要俺们按豆粉，因为那个沾粉红豆哈。像人咁粉不要那么多，你也不能是那去打一打。哎，打打打，都从生意的魔怪死不撇撇了。这是我的回忆。真的真哈，的，你从不已经打下。哎呀，肯定都挺怪的。哎呦，你动不讲会呢？讲会的。该挑米没走在线挑哦。我们让他自己做，他可以哦，因为让他掌握他的节奏。好，粉吼用到 U 地度吼，有没有什么特别方法？莫会本金酿强下。强下时阵从伊粉落去的时阵，因为你话两种粉含唔一样，造粉，造粉含唔一样。你偏偏按冰落去些，轻轻的绕去拉打一下的，搅一下，轻轻的，嘿，它是挺用力的哈，它就会散开。散脱，嘿，会散脱。所以两铺下球底，去下灶，下灶咧落去炒的时阵个，给酱汁的吸，是的地方。哇，哎呦，好漂亮哦！完全系劲风，它就啪啪个黄色的哦。哦，说酱汁还蛮冰呀。那这样子，有挑过的吗？有，哦，不爱汤吃一点点好吗？因为改下七师傅又讲吼，散倍是嘿1:1:1哈。去睇咗位，睇咗位，台湾人改会穿3、统。 2、1，时间头，反应。放中间一点。惨嘞。你还要换老师了哦？那就退学要换老师了吗？老师帮你救啊！好来，帮你救啊！厨师帮我计时抢开始。开始。我再重新帮你调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聊有吗？正炒狗哇！不一样哦。等一下挑米吼，本七师傅做。 40号，通冲出去，冲拿来。我唔夹嘅啦。哦，通暗哦。水毛一啲咧，好，一啲啲啥？10、9、就得咧。 8、7、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停手。 40号哈。好，是梅头，好。哎呦，真劲厉害收呢！汁就好。哎呦，对，小火收汁。你紧张到汁黏到这边了。老师就蹦蹦抖。哦，骗信呐！你本来就去流血的没有啊？应不用得前面，你有可能吗？哪一个？得前面呢？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停手。 40号哈。好，是梅头，好。哎呦，真劲厉害收呢！汁就好。哎呦，对，小火收汁。你紧张到汁黏到这边了，他超认真的。真的是我们一家自主的御用厨师。你有收完吗？有收汁在？要试味道一下。我试过了，OK。来，你啊粉哦，莫冲倒。来，我教你哦，用下鱼子哦，从大声音按用量啪啪啪啪啪，粉是莫冲倒嘞。弟啦，弟都大他特优哎。哦，对。冇啦，我就做没安全的东西。哦，来让你退休。妈妈从用按用你洗粉的时阵，你可以加一些沙拉油，一好唔会黏。哦，好。统一掉了，因为那边是沾那个干的粉，啊这边是湿的粉。好，做对吗？好。你弟弟是好的哦。一丝丝的。一丝丝的。好。一点哦。好，时间就算哦，而且你就差不多了哦。好。热啦。好，等一下冰下去哦，七师傅刚刚有教，昨天大概做个吼搅一下。乜計啦？搅咩？陳師傅都未攪咩？攪啊，咩攪的。看到我都想攪咧。我冇攪哦。好，唔，好。我會破結球啊！啊，破結球係啊，破結到金黃色。用半破。用破。你們兩個也很好笑呢。對啊，也會很會搞笑哎，怎麼會這樣？農會哈真的是
非常新奇嘅蔬菜，本大家就呢個蔬菜做得魚，做得好東西。按手的咧，你做得開火。咱家人先愛掉嘅，該種嘅你做得開雞片嘅火。又小的該加拿大咧。你咪開嗎？哦喲，呢條做嘅黑糯米粽就又賣到加拿大呢。哇！按做得咧，雞片炒，看你今日嘅雞片火做得開。該做啲線條，挑米做啲線條，不易挑。你有廚師幫幫我嗎？你有廚師沒有呀？廚師幫幫我。來，你拿着，你拿着。還沒，好嘛。廚師幫幫我。技師開始。麻油。麻油。魚要小心哦。哎呦，該做得哈。呢個做得是做得。用刀好嗎？怕唔怕？要真一個人做。我本地品種，你係御用廚師。你唔係講麻油嘅溫度仲在中國？因為它的溫度還蠻鬆嘅呀。哦。係。全部幾分鐘了哦？做得，唔是這樣。通。哦，唔是這樣。講一次就好了，所以製造緊張。通。叫。香味嘛該。你要注意哦。哇，凍好看。凍醬。嘿。嘛更加凍醬。哎呀，你唔會講味啦。看醬哦。你動人刀。嘿，你動人刀。你怎麼在講醬？哎，該盤呢？準備了。盤呢？來，那個。哇。9、哈嘛。你一張係見風射嘛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已經係御用廚師。冇，你都要看梅頭要做得麼？讓盛盤哈。習慣。好，盛盤好來。好。你要看咩當緊種哦，廚師呢，不管9色咩啊3色咩都有用到，等下試來試試看啊，哪一家真係你基本嘢太中譜咧。已經懂神奇咧。好香哦，同樣哦。我記得嘅食材全強龍做出來冇強龍。係啊。哦，加來食。前進啊，風吹開始來食咯。哇，蒜謝謝。好。蒜頭重點。對。蒜條會做乜嘅係重點嗎？全部都係重點。試試看啊，好吃耶，有拉米耶。在討論兩組馬賽漢好強之前哦，真的要誇獎一下，壽豐喺台灣釣魚哦，真勁好食。真的，好好吃，好嫩哦。蒜頭咩樣？加個拉米已經泡出水了，粉粉的哈。難怪應講該係重點。好。然後呢，大家留意從米頭變到閃光度，你來比較一下南脆嘅部分來吃看呐。加來食。好吃。真勁好食，喺呢個梅頭吼，真勁很好就散播一個感覺。好，因為兩隻菜呢，做工全部都會加上嘅米絲，沒有太出乎大家的平常的煮的菜色範圍之外吼。古手工呢，評審欣賞應該咩閃光度一個答案呢？第一時間，齊師傅準備好嗎？好嘞。好。齊師傅搶本分數。哇！齊師傅關鍵的一票哦。搶本不足。加油讓咧！哇！沒關係，要公平一下。我來講一下哈，看你要色水，你下從3杯啦。對。是不？啊，還有到重點，你要該愉快麼？鋪下酒的下灶的，經常有辦法吸那個3杯的醬汁，它才會回吸到那個東西出來。哦，我想法是咁樣，所以應該分2片的分數。哦，2片沒做到哦，下次可以那個下灶掉誒，下灶掉誒。新師傅公平一下。你好，倆子又從3杯的味道哈，顏色醬色都夠哈。啊，你要炸，佢哋炸黃的就炸多，佢所以講佢調黃的加吼，佢又放一點的水流跟麵粉，佢落去煮，落去煮到佢個粉的要
要熬跟熬落去炸起来就会黄金啊。啊，你那片是沾粉酱着粉的呐，所以说炸起来就唔会暗黄。是，不是一定会细片部位就有些样样，不过唔怕有好多咩哈，有好多，大家都有进步啦哈。好，今日比赛结果呢，风吹得到1分，蓝水得到3分。所以嘿，我哋蓝水得到加菜机3000票，恭喜恭喜！哇，恭喜恭喜！好，下边咩动针对哦，两个是一体成型的钛金钢铁刀具组。让他用到贵族送不了，贵族会送不了的。哇，其实哦，今日当欢喜啦，佢两处哦，请来落去做当厉害嘅农会哦，今日落去参加，一定要马个心底哦，做啲老大家讲一下哦。只有按好的机会啦，不爱着吼走出外面啦，系啊，让大家穷下安尼当饭鱼啦。系啊，今日有好多动作东西啊，做去转到农会啊，教大家穷下落去学习。维荣姐咧，维荣姐，我在学习到动作。哎呦，你本性是会动到东西啦，那么派这么客气。他爸是哪个班的啦？哎呀，航白王一走，厨师帮我。其实动欢喜啦，恭喜恭喜！啊，谢谢谢谢。堂课那里的林萱姐，老太家分享一下礼拜参加嘅心得。哦，我知道吼，礼拜吼有机会吼，真欢喜啦。今日我金甘姐几多人吼，我其实吼心都嘛当欢喜。我吼系偷用紧的嘛。哦。你讲我就亲切，冇等下我就转去办路大去咯吼，麻烦啊。讲没错啦。我用起身体吼，几乎程度嘛，对吗？吼，啊，不过讲正经的，真的，有老师帮忙啊，老师嘛私信嘛，老师又帮忙卡到。哦，骗信呐！你本来就有流血的没有啊？我不用给签名，你看到吗？哪一个？签名呢？但系我知道当欢喜，因为老师的帮忙哈，按好多莫穷龙的料理哈，啊金刚这个的嘛，真的，他们真的姜还是老的辣啦，哦姜啊系老的辣哈，啊成功是他们，啊我都嘛高抬贵手啦，用好多用啊，所以我都是上打的啦。感谢哈，家客家的家节目哈，不爱等哈，可以不爱等就在送推在表演哈，来展示我们的厨艺，我们的厨艺，爱等的哈九凤的哈特产。哦，我们的特产，那希望呢，韩白呢大家呢，能爱等发展成手凤乡，哈，来逛逛，爱等手凤哈是好素材，也是好人情的地方哈，大家欢迎大家来哈，谢谢，谢谢。其实呢，讲真嘅，要做节目啊，不管大家来啊，特别参加比赛，最有福气、最有收入嘅，就系我老婆前2、3年呢。你看看，大家不管做马菜色，都会拿出无卡空灯的宝贝，最好嘅数来到特别比赛，所以呢，最有福气就人到嘅。故说拜托大家呢，迄个也不卡空灯嘛，好东西分享落啊，特别保养参加哦。系啊，还有吼，其实哦，农会吼未当厉害啦，推荐了很厉害的两组的声音吼，假使还有哪一位嘅农会有很厉害嘅人，大家都推荐一下啦。唔错，一家之主等等的就系你咯。梁师姐，你老 Q 下老太家讲，一家之主，下礼拜再见。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